台湾的厝价真悬，真侪人无买，是伫咧外口税厝申请租金补贴减轻负担。不过，煞有人想空想芳要创价。根据统计，到今年3月底为止，有36000块有家领补贴的情形，其中59件是诈领以上发办。全台湾有上百万租厝的人，行政院推出300亿中央扩大租金补贴的专案，要减轻民众经济负担。加上即阵申请条件是较宽松，方便予民众申请，无想到确实产生诈领租厝补贴。内政部报告指出，到3月底，总共有36000块有家领情况，其中牵涉诈领的都有446件，有59件以上检调侦办。勾稽就会勾稽到，所以这系统都有勾稽到。内政部讲，家领情形的样态包含申请人买厝也是接受政务，婚后配偶有厝，所有提前终止，申请人死亡等，各土司拢会比对资料，把这个补贴入回来。因为我现在是有申请补助的，那我也有跟房东讲这件事情，抓到就还好了，因为一定会有这种事情，一定会有这种比较投机取巧的人。有时候太严格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事，就是说不定有些人真的有困难，没有办法去执行。就是我觉得还是要从人上面去检讨。根据统计，诈领案件敢若占家领案件1.2%，不过少数民众用无实在所有诈领租厝的补贴，也是有可能去排斥到真正有需求的租厝的人。因为诈领就是他根本没有在租房子也可以领嘛。那第二个事情是你的相关的收入是不是符合标准？第三个说他是不是真的是租屋关系？很多是拿自己亲戚朋友的房子。资格填交的文件审查的部分相对严格。都市改革组织秘书长裴永凯认为，这申请补助的标准真松，甲过去上大无共识，无需要提供厝头家资料，造成有民众可能是假说是厝卡诈领补贴，建议政府来重新检讨这申请的条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